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科技是愈来愈进步。现主时有驾油车、有电动车，另外嘛有油电混合车。有一寡电动车会强调因是纯电动车，也就是完全靠食电来互摩达产生动力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纯，它斯温纯第5条。纯的意思就是无其他杂质的物件，像正金无其他的杂质，咱讲是纯金，也就是24K。另外，这个纯嘛有温和意思，像讲药啊药性较温和，较袂伤过刺激，咱讲药性较纯。另外，纯嘛会当形容一个人的个性真朴实、真真实，袂假鬼假怪，像讲这个人的个性足单纯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利润，这个词是为日语来的，意思就是利头、利润，也就是卖物件扣掉本钱了后所存的钱。第二个词读做纯然，意思就是只是安怎，干安怎，或者是单单安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头家讲伊利润无济，半送半卖，纯然是兴趣尔尔，毋是为了要趁钱，凊彩卖，人客介意就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纯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